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5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开始，咱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第13批 BNT 预防车93万外档，今日透早6点15分送来咱台湾。根据统计，咱国内 BNT 预防车上届受欢迎，注射率上悬，第15期嘛已经有143万人预约。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秋冬的病毒活性较悬，所以就算国内疫情稳定，无本土病例，严格咱嘛无打算要降级，会继续维持2级警戒。伫年尾一寡耶诞节、下年还有买价活动，会个小可放零防疫措施。国内二市增加5件境外移入个案，全部都是突破性感染。3个本国籍个案拢是伫个台湾采检时确诊，其中为美国等台湾的个案一共652例，捌做过2剂 AZ 疫苗甲2剂 BNT 疫苗，也是确诊。这5例的境外移入是1位男性，4例女性。好，那从美国有3例，好，新加坡1例。指挥中心表示，秋冬气温较低，病毒活性强，虽然国内疫情稳定，但过暂时无考虑降级。秋冬情况，那大家都还是会比较担忧在秋冬的时候，因为是不是气候的关系，会让病毒的活性维持得比较久。所以大概在秋冬的这段时间来降级的可能性不高。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国内疫苗注射率第一期超过77%，第二期有49.81%，完整注2期比例上悬的是65岁到74岁老大人接近8成。考虑国内疫苗注射率慢慢有悬，高放零检疫者出外奔丧甲探视规定，注2期超过14天，有2天内阴性报告，逐天用申请出外7点钟；无做完整的人，只要有2天内阴性报告，逐天用出外1摆，限时2点钟。原来的规定是没有这个打疫苗的规定那每次外出的时间是2小时。那当然就是有一些人道的这些需求。另外，因应耶诞节、跨年这活动，指挥中心也在讨论对大型活动的管制措施。目前疫情相对稳定，疫苗注射率阁比去年较悬，初步会调向比去年放零来研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选会第3项是举办第3场公投的意见发表会。公投北大选这个议题，国民党是派出台北市议员曾派军，那反方是派民进党的立委曾瑞雄来发表意见。伫海草打这个议题，是由东海大学的教授林慧珍对前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公投是不是应该北大选？国民党正方代表台北市议员江派军强调，公投北大选除了投票率较悬，提升公投结果的代表性，也能降低公投的行政成本。民进党口口声声告诉大家，2018年公投并大选，所以才让民众苦等。错啊，这是民进党的中选会办不好选务，所以才会让民众一直等，所以才会修法让公投脱钩大选。是民进党自己尿不准，还要去怪马桶歪啊？不过，反方代表民进党立委曾瑞雄认为，公投对事、选举对人，2项投票应该无同天举行。才袂因为2种投票速度无同，而出现2018的投票乱象。民进党碰到乱象，我们其实也好想来跟所有的在野党好朋友讲，我们应该一起来解决。民进党正视问题，将公投跟大选我们来脱钩，让人民对于公投能够有更充分的时间来讨论，跟理性的做出选择。面对公投史上第一例保护环境的提案，正方代表东海大学教授林慧珍强调，这不是经济加环保的选择，是绩效加价值的选择，袂使破坏有7600年历史的大潭海草搭。这样子的沉箱总共会超过303个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丢下去。它下面所压到的这些栖地底部还有生物，其实都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环保运动出身的反方代表詹顺贵强调，现阶段上主要的是减煤、烧煤发电所产生的空气污染，高过天然气。天然气若无增加，煤炭就无法度减来。外推方案是可以兼顾这些多元的环保价值，纵使因此被以前的这些朋友骂我背叛保育价值、环保价值，我都在所不惜。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会去同个关心大潭海草搭加大潭电厂视察，说明保护海草搭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两岸重新启动核试是公投发起人黄士修对环保团体地球公民基金会副执行长黄蔡中岳。另外，反来底的公投是国民党的前立委林立贤对经济部长王美花。中企核数第3场意见发表会，公投带头人黄士修提台中有几多条活动断层，也过去天然气接收站来甲核数厂做比较。台中有天然气接收站、储气槽、输气管，远远比核市场脆弱。北部如果已经盖好的核市场能够运转，台中的中火就能关一半。比起一辈子不影响生活的核废料，燃煤空污每天都在杀人。反方代表地球公民基金会副执行长蔡中岳批评黄士修所提的报告无根据，也毋知是谁写的。伊讲核数要发电至少也过15吨，安全标准要严格。我要提醒士修，这是核电厂，它不是大卖场。安全的标准，我们应该要从严来认定，而不是从宽认定哦。为什么每次支持核四的人碰到这种标准就会从宽放宽认定哦？是不是又想要放水了呢？阮来拄公投的正方代表国民党前立委林立贤讲，伊即可能看过自高端疫苗的人变做国际孤儿，毋捌看过无食来做会变做国际孤儿，这是民进党的外交骗局。把开放莱猪跟加入国际组织绑在一起，这根本就是民进党惯用的政治操作啊！护国神山不是台积电吗？什么时候变成神猪了？要吃来剂才能护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吗？反方代表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台湾为着要加入 CPTPP 准备真久啊，这么台湾的申请走伫咧中国头前，若是公投过关，可能会互其他会员国家质疑咱无符合国际标准，伤到咱家己。可是这个公投如果过了，我们等于是搬了石头扎自己的脚，就会造成我们自己把自己绑住了。我们会做一个不用老共来给我们打压，我们自己就选择了把自己变成是一个国际的孤儿。公投倒算阶段，正反两边激烈辩论，最后的结果12月18就当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温度会回升，也毋过水气嘛变高。若透早各地温度同款较低，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13度1。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冷空气有减弱，温度会回升，也毋过水气会增加，有的所在会落雨。伫东北部雨会较粗，也毋过各地早暗同款是较凉冷的。今日早起的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13度1。日时开始，高温是22度至19度，温差会真大。明仔拜五，东北季风会增强，水汽会增加，东北部雨嘛变较大。拜五暗到拜六的透早，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会落雪。嘛要提醒乡亲，后礼拜2有冷气团，后礼拜3各地则会转做大冷。若后礼拜4的透早有机会会创下1冬以来上低温的纪录，会寒死死。来关心英格里海峡发生移民渡水死亡的严重的意外，一只对法国驶向英格兰的船只并船，造成31个人死亡。法国已经抓到4个涉嫌人口买卖嫌犯。想要寻求庇护的40位移民自法国坐秋林船出发，伫咧到英格兰南部海岸时阵，被边境部队抓来。虽然经历过飓风、强风大险，至少人佫活掉的。Where are you going now? Go UK. 伫咧即天，另外一只超载船运气就无遮好。24日到法国海岸附近有一只渔船，发现海面上有几多个人伫咧浮浮沉沉，随求警报。英国甲法国对海边甲空中救人，也毋过已经袂好。即边意外淹死的人真侪，其中也有一寡是囡仔。Les premiers responsables de cette ignoble situation sont les passeurs, c'est-à-dire des criminels qui, pour quelques milliers d'euros, organisent des traites d'êtres humains. D'Irak, d'Afghanistan, d'Afrique, d'Asie, et qui ensuite, c'est ces passeurs qu'il nous faut combattre. Plus de 1500 ont été interpellés, arrêtés depuis le 1er janvier. I'm shocked and appalled and deeply saddened by the loss of life at sea in the Channel. BBC 报道，敢若24即天就有25架水车船想要自英吉利海峡偷渡。英国首相强生承认，打击联社集团阻止移民偷渡做了无够。虽然法国抓来的偷渡者比往年较侪，不过也是挡袂掉强大移民潮。这也是巴黎甲伦敦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法国认为英国应该改变移民政策。英国是怪法国无尽力阻挡偷渡者出海。英国答应伫咧2021年到2022年之间提供5400万英镑强化海空的监控。不过偷渡者是比预期加真多。今年有超过25700人想要坐船偷渡到英国，是2020年的3倍较低。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进前因为还年金改革，有一个姓何的查甫人，趁总统蔡英文落南去屏东的时，伫车队经过路线有布条抗议，互警方限制行动。这个姓何的查甫人认为警方执法过当，要求国家赔偿。法院即马是认定警方无为安全维护区，也有意见表达区，警方唔对，所以判屏东县的警察局要赔15000块，专案确定。来关心《自由时报》，空运第4季是大月，台北飞美国继续拢压悬。业者就表示讲，目前因为真抢市，每公斤大约要520块至570块，若是较急的，甚至每公斤阁要600块，继续创下新高。若是货运包机，一台是要250万美金，是过去的4倍。来看《联合报》。财政部公告，因为物价起，所以依法要调整明年报税额、免税额、也有扣除额等一寡金额。全部纳税人拢会当受惠，还算有650万户会当减税，政府减95亿外的税金，后年报税时就当适用。来关心远东集团去互中国发钱，甚至逃税金，超过台票20亿。中国国台办是强调讲，不准一寡台湾企业伫中国趁钱，煞正碗内税碗外，嘛捐钱去支持台独，甚至佫讲也佫有第2批名单。面对中国这款行为，咱陆委会嘛拍算要提出反制措施，要禁止中国的大官户入境咱台湾。另外，总讲有台商想要转来咱台湾，咱政府嘛协助。远东集团伫中国上海江苏的投资事业，去互当局以违规违法处罚。国台办2时证实，远东集团罚金佮加上税金，差不多4.74亿人民币，超过新台币20亿。发言人朱凤莲佮讲，无允准伫大陆趁钱，佮互台独分子做金主提供资金。台湾企业心肝头拢知，查处工作也搁伫进行。对这件代志，总统蔡英文也伫民进党中常会上批评中国这种的选择性执法进行恐吓，立刻停止。我要在这里呼吁朝野各界共同正告北京当局，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不要继续伤害两岸经贸及两岸关系。我政府将依中共对台恶意举措等事态发展，研议必要的反制与防范措施，以确保国家安全与民众权益。陆委会批评中共威胁台商，无排除提出中共迫害人权名单，禁止中共官员入境，才会反制做法。有可能后礼拜对外公布。即马台独金主清单引起台商的烦恼。国合会主委景明欣表示，若做台商有意等来投资，政府也双手欢迎，也会提供协助。我们举双手欢迎，然后也帮他落实。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做加码。近期有个别台独分子跳得挺高。甚至声称呢，对未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感到遗憾。别着急，有他们真正遗憾的时候。进前国台办才公布台独名单，包括苏贞昌、尤锡坤、吴钊燮等3人。即马阁预告会有第2批名单，挑战的意思真重。阁讲台海通道项目已经规划福州到台北支线的建设，2环基础建设通道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重大主张。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带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51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544例。中国病例有98000多例，日本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48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998万例，法国是超过755万例。
欧洲的疫情搁反扩。WHO 即马是警告讲，欧洲过去一礼拜新增加的确定病例是超过240万例，死亡人数共要3万人。总共疫情无法度控制，到明年3月份，欧洲的死亡人数就会超过220万人。街道民众来去，边仔病院内底常常会有救护车送病人入去。在日当天气变寒，欧洲疫情开始升温。过去一礼拜确诊病例超过242万人，各有死亡病人29460个人。和世卫组织欧洲分部伫23提出警告，这个状况若是继续落去，到明年3月，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就会累积超过220万人。Eines ist klar, Impfen rettet Leben. Aber die Impfquote in zu vielen Mitglied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leider auch in Deutschland, ist zu niedrig. 德国过去过来礼拜，因为疫情升温，新冠病毒感染率连续创下新冠的纪录，和病院的重症病房大到真满。德国的卫生部长施巴恩为着敦促国民注疫苗，更加讲了重话。Wahrscheinlich wird am Ende dieses Winters so ziemlich jeder in Deutschland, das wurde ja manchmal schon etwas zynisch genannt, geimpft, genesen oder gestorben sein. 离法国疫情嘛真严重，日公告一天内底增加5000外的病例，要过23公告的数字超过3万人，比起顶礼拜同期增加54%，是8月7日30920日以来的确诊新冠。Aujourd'hui, on va annoncer 30 000 cas de Covid sur 24 heures. C'est une hausse très importante des contaminations qui atteste, si c'était nécessaire, que nous sommes bel et bien, hélas, dans une 5e vague épidémique. 那是荷兰最近几礼拜确诊人数已经比5月以来的确诊人数更较侪，佮一直创下新冠纪录。在病院收治病人压力一直增加之下，为了缓解医疗体系的负担，开始有新冠病人和救护车等医送去储备德国的边境病院治疗。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来关心瑞典的国会议事才通过社民党的主席安德森将做瑞典史上头一个女总理，结果无到12点钟，伊就宣布辞职。另外，伫德国的社民党是甲另外2大党通过联合政府的协议，德国社民党的领导人肖兹12月初就会接德国的总理，梅克尔时代就会正式结束。就要接德国总理的肖兹劝会后看守政府总理梅克尔。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年9月底赢得国会大选，经过2个月的谈判，临时宣布甲绿党也个自由民主党通过联合执政协议。Die Ampel steht. SPD, Grüne und FDP haben sich in den Verhandlungen auf einen gemeinsamen Koalitionsvertrag verständigt und damit auf ein neues Regierungsbündnis. Diesen Vertrag legen wir nun unseren Parteien zur Abstimmung vor. Und wir werben intensiv dafür, dass alle 3 Parteien diesem Vertrag in den nächsten 10 Tagen zustimmen werden. 这也是德国第一个3方联合政府，名叫做青红灯，是因为社民党、绿党加自民党因各自的代表色照顺序是红色、青色加黄色。肖兹讲，相关程序10天内完成，上紧后个月初6会出来掌权16年的梅克尔接任总理。梅克尔时代会伫圣诞节进行结束。Und dieser Baum wird 2 Bundesregierungen erleben, eine geschäftsführende und eine neue. Das hat schon lange kein Weihnachtsbaum erlebt, aber ich denke, der Colorado-Tanne wird es auch gefallen. Herzlichen Dank. 另外，瑞典国会历时以175票过半数通过，继续支持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也和前总理勒文辞职下台了，接任的社民党党魁安德森将在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因果无到12点钟，伊就宣布请辞，因为国会反决执政党团的预算法案。Jag har nu träffat talmannen och begärt att få bli entledigad från befattningen som statsminister. Men jag har också meddelat att jag är fortsatt redo att bli statsminister, men för en socialdemokratisk enpartiregering. 因为国会通过由3个反对党制定的预算案。和绿党退出执政党团，安德森只好请辞。不过，瑞典国会可能在未来几天会个对伊重新投票。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该详情咱做伙来看世界。欧洲疫情反扩 ，WHO 即摆是警告讲，因为民众对预防车产生错误的安全感，有做过预防车嘛是袂使放任防疫措施。来关心欧盟拍算的延长全球人权制裁名单，要延长对中国一寡大官好的制裁，也毋过这嘛有可能会伤害到双边的投资协定。
来关心德国的新政府公布施政计划，头摆是甲联合执政协议，内底有讲到咱台湾是支持咱台湾参加国际组织。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12月初9、初10会亲身主持线顶的民主峰会，咱台湾嘛包括在内。咱外交部有表示感谢，咱协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也有驻美代表萧美琴代表咱台湾去参加。Absolutely committed to working on it. I share your view that Taiwan is a strong democracy, a very strong technological power.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捌伫听证会上承诺，会邀请台湾参加美国总统拜登所主持的民主峰会。23国务院官网打出受邀请名单，台湾就伫名单中。欧洲主要国家包含最近甲台湾关系真好的立陶宛、日本、韩国，拢总110国。不过中国、新加坡甲俄罗斯无妨邀请。可以获邀参加这个首届民主峰会呢，是全体台湾人民的光荣哈。更重要的是对抗强权上面的一个韧性度，可以被全世界民主峰会的这些国家元首看得到、听得到。民主峰会伫12月初9、初11线顶的方式召开，主题是抵御威权主义、打击腐败，加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外交部表示感谢拜登政府的邀请，展现台美的坚实友伴关系，也公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加驻美代表萧美琴共同参加。总统府表示，透过这届的民主峰会，台湾要甲世界各国分享台湾成功的民主故事。唐凤政委他也会在会中向全球社会来传达台湾坚定捍卫民主的承诺，并且分享台湾如何透过科技跟数位的民主来强化政府的治理。外交部我们强调，我国受邀参与民主峰会是对于台湾多年来努力推动民主以及人权价值的肯定。AIT 表示，台湾参与民主峰会会当做出有意义的贡献。美国媒体分析，华府邀请台湾主要伫展现团结。不过，安尼做也有可能激怒北京。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新竹、台南、高雄在厝价直头咧起的县市地方，财政部即摆是有建议地方政府会当扣囤房税。高雄市讲已经拍算提出自治条例修法来应用。房价起袂煞，特别是新竹、台南，拢互外界认为讲这是炒房的热区。23财政部找房价较波动的6都新竹县市来开会，建议开征囤房税来压制房价。24高雄市长陈其迈伊头一个来表态，讲伊要用自治条例来修法推动。那我们高雄市会推动囤房税，因为房屋是用来居住使用。不是用来囤积炒作。那在立法的程序也必须经过市政会议跟议会以自治条例的方式来做处理。最近台积电宣布讲要进驻高雄，地属南主这北高雄地区的区域房价一直要压起来。台北市从2014年开始来实施囤房税率。非自用的这个主体2户以下，每一户爱甲扣2.4%的房屋税。3户以上的扣3%，也若台南的囤房税法当在审议当中，估计明年7月要来开始。23财政部的会议内底，新北、桃园、新竹这县市拢会拍拼来对阵。考虑市民的负担，以及租税的公平，还有避免囤房税转嫁给弱势的房客的前提下，审慎的研议。那有关这个部分，我们新竹市会先看其他县市的做法，然后我们会研议处理。不过有表示讲会对咱做的县市，也未提出有具体的方案。若是要落实这款大的正义，也阁有一段路要行。记者综合报道。那最近有一寡便利超商的店员，因为苦劝民众爱挂嘴暗，转出代志。政府即马是建议未来用录音的方式放录音带宣传挂嘴暗就好。内政部长徐国勇阁建议讲，超商的店员伫分数会当传镜水来保护家己。针对这个建议，大家看法无同。劳工团体是认为万不利，无法度保护家己，颠倒造成伤害，要算上的。进入门市请佩戴口罩，配合。四大超商日时，甲经济部、劳动部、内政部开会了后，决定改用广播大库使者的方式宣导挂嘴暗，避免佫发生店员遭到暴力攻击的事件。目前全家超商每半点钟播音宣导 ，OK 超商每5分钟播送一摆。高尔夫超商是看情形随机播送，7-11超商除了定时广播，也佫配合影音宣导，另外警方也加强巡逻。
因为其实本来就有夜间巡逻的路线，那只是请各辖区就一些路线上适度的去做一些调整。请您进入卖场时实施10连制，并佩戴口罩。至今24点钟的生活百货除了伫门口报引宣导挂嘴安，大暗班也安排至少2名员工值班，也有保全巡逻。是不是要用咸桥水？因为有记录也在考虑当中。那因为我们卖场目前都会有辣椒水跟棒球棍，那公司当然有在讨论这一部分。那如果等到他们有定案，我们就会出公告。因为辣椒水摆在外面，我们也不方便。我感觉那个东西摆在外面也危险。加油站部分营业所也协助性环岛挂嘴安，对是不是要用咸桥水烦恼无方便。许多超商对是不是要用咸桥水或者是防卫器材，拢不愿意回应，只表示依照政府相关规定办理。有劳工团体烦恼这物件就算店员正当防卫时阵使用，也可能引起官司，也可能因为无熟悉使用方式造成受伤。因为他是行为人，他最后还是会受到这个法律上面的追诉，或者不管是民事或刑事的这个追诉，那这一点还是当事劳工的这个很大的负担。劳工团体认为，在危险时阵，劳工依照职业安全卫生法行使特别权是上好的方式，各国政府应该有重视，保护劳工安全是上关的准则。记者综合报道。日一暗，有一台载43阿兵哥要返去平阳的游览车，伫高速公路顶头，司机煞汹汹混迷不清。加载运2个阿兵哥赶紧来换hand道路，某人赶紧打电话报警察叫救护车。加载有这2个阿兵哥，才尔冷静来处理，阻止一场意外发生。21暗时7点左右，一台载43A陆军新兵的游览车经过国道1号路南86.7公里，新竹湖口路段。56岁姓林的驾驶好亲像身体无拄好昏去，警消缉捕赶来救援。游览车驾驶疑似心肌梗塞昏迷，由于车辆还在行驶中，车辆左右偏移，适逢坐在旁边的国军兄弟发现后。立即前往协助稳住方向盘。警方表示，这国军属有陆军206旅，当时正准备休假，登去头份倒换病营区。不过中途车一直偏移车道，车顶4块4红的阿兵哥发现驾驶昏去，赶紧抓hand道路加放油门，成功化解危机。这个时候，我就是将手放上方向盘，然后向右扶正，让车身保持在一个中线且稳定的一个行驶的状况。喊呼救的时候。我首先叫前排的弟兄下去帮他做停车的动作，然后请其他弟兄先做系上安全带这件事情。昏去的姓林驾驶送医了后，也是救无回来。不过2个新兵真够应变，及时阻止可能发生的车祸。国道警察局特别到营区隧道下，军方也决定公开表扬。临危不乱，这也是我们要公开表扬，而且他们的善行义举也值得大家的肯定还有学习。陆军第6军团强调，4块4红一男11月初4才拄入伍，当接受4个月双臂军事训练，预定12月初8完成身份分发部队。这个英勇的行为除了表扬，也颁发奖励金甲鼓励。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第3镇的延和国中今年在阅读颁奖奖学校评鉴有真好的成绩，学校嘛专工甲德乐团共同举办表演，要传承在地文化。台顶美妙音乐表演，详细一看，全部拢是用德乐做的乐器。因是南投的德乐团，受到德山延和国中的邀请，特别到学校表演。其中有1位团员就是延和国中的学生，也做伙参与演奏。利用这个主题活动，结合竹鹿的竹乐团，让孩子呢不仅呢能够了解竹山的本土的在地文化，更可以呢借由这一种竹鹿竹乐团的乐器表演，将我们的文化呢整个内化到孩子的心灵里面。从4、5年级就开始学习这个竹联琴，学习竹联琴之后，很常上去表演。上台之后就不会再紧张。南投德山镇的延和国中今年得到阅读颁奖的优胜，3落来要代表南投县参与教育部的评选。学校和德乐团共同举办表演，
也互学生实际体验制作竹乐器。竹鹿文化艺术策进会，它这几年来在竹山推广这个竹敲打乐器的一个表现非常的棒，在培育人员方面非常的辛苦，为了竹山的一个灵魂，就是竹乐器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推广。竹山是竹乐的故乡，地方透过相关的主题活动，还有竹乐团的校园展演，希望会当传承和推广在地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一般大家较知影咸辣啊，若伫森林口湖是有人伫生赤喙啊，甲这赤喙啊生的，即马诚做在地的好料理。台湾市民宽海会当食到上界鲜海产，毋过恁敢捌食过生赤喙啊咧？伫森林口湖就业者伫咧卖生赤喙啊，而且一卖就是10多年，会当讲是真特殊的在地料理。啊，这么贵哦，我看安怎开啊？我着对安怎开啊？学啊。嘿啊，学啊，拄啊开始咧开，足歹在啊嘛，袂晓开。啊，若动啊，手拢破工，啊，豆学，豆就变会晓，先经营起来啊。10多年啊，20年都有啊啦。我有当时1点钟就当开都生都一罐都要几斤呢。赤喙啊，爱伫海埔才会当掠到，而且靠人工去白去骨，达会产量也无一定。而且对着时代演变，要食这款在地滋味，会当讲是愈来愈稀罕。像咱遮湖口遐边嘛是海的啊，哦，就去外海啊，骨了，再掠转来开再落去做安尼尔。摆要食这嘛无得啊嘛无啊，即马较少啊，因为迄个司机丢便啊丢转歹啊。虽然赤喙啊无一定掠有，若准有一定趁钱，甲赤喙啊生起来，所使用配料也真单纯，只有姜、蒜瓣、豆油甲烧酒。洗互清气，啊，底互打水，底互打，啊，再落去做，再来下料落去做安尼尔。姜、蒜瓣、烧酒、豆油，食起来就干迄落甘好食安尼尔。赤喙啊，毋但是海口的特色，也是留一辈留落来保存海产的方式甲气味，更加是在地人记忆当中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逐年有8000多人治着口腔癌、喙癌。台民有教授韩良俊医师，伊就咧做口腔癌，咧推广大家毋通食槟榔，也佮有推动槟榔防治法立法。伊伫台医学系嘛有首创槟榔学，也佮有起考法医课程。下午9点，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带乡亲来看韩医师的拍拼。请出声再来。伫台病院起个门诊，这位80多岁医师帮大家完成喙腔手术的病人检查，伊对待病人真温柔、真有耐心。伊是台医学院的名誉教授韩良俊医师，也使讲是台气科部上资深的先辈，因为台气科部开创9个分科的规划。台湾有点学科是他开始开设的，一个是槟榔学的课程。当初开的时候，很多报纸都会写说，槟榔还可以开一门课，有学问，在大学里面上课的课。对，可是现在已经变成是显学了。韩良俊是一位临床医师，嘛是一位教授。伊是咱国内头一个提出槟榔会危害健康、食久会得喙腔癌的医师。有人假是喙腔癌防治之父，嘛有人假是槟榔防治之父。伊过去几十档的拍拼，对降低喙腔癌的死亡率有真大的贡献。韩医师对国外转来了，啊，你伫台大做侪口腔癌的部分，啊，才发现讲，啊，咱会拢一寡伫迄个槟榔的所在，有食槟榔的所在的人较侪，慢慢去研究，发现讲啊，槟榔是一个致癌物。韩良俊教授常常讲，槟榔、薰甲酒全部拢捌，着喙腔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123倍，所以伫鼓吹槟榔千万唔通食。伊对民众健康的看重，嘛互伊摕到医疗贡献奖的肯定。伊认为医师唔但医术重要，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关心嘛是非常的要紧。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有一个民众伫年外进前伫工课场发生意外，致使伊全部的手指头啊拢无去，只剩大头不讲。后来透过医师的协助，甲脚趾头啊摕来当作手指头啊，即马接起了后，经过复健，已经会当牙笔写字啊。永春的大宝公也有为脚趾头啊移植过来10载，真努力写名，互高雄这位陈先生重新找回希望。因为伊年外进前拄着公安意外，或者手10载到小载全部折断。很糟糕啊！想说
右手毁了以后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志村大母讲，予陈先生写字摕物件拢困难，伊伫共款是长在做伫医师卢俊宽的鼓励之下，接受脚镜头的显微医师接载手术，由卢俊宽甲林高田两位医师动手术，一个掰开脚镜头的筋力血管，另一个拍开手的间皮组织，分出要接的神经血管是真困难。合并到手指头的部分，这个接的动作也是其中一个关卡。就像刚刚我们提到曾先生，他因为创面很大，所以后来血管不够用，我们还拿脚趾头的血管过来加接。陈先生9月手术了后，恢复真好，亲像开关卡夹来动作已完成，互伊欢喜甲讲声笑。算钱可以吗？赚钱一定要不行，再困难也要学。脚镜头的医师手镜头的手术，伫国外大型医学中心无算罕见，不过伫台湾这种地区型病院却真少看到。透过安尼手术，因为亲像陈先生这种失能的患者，找回生活的希望。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国乐团年底的作品《上水的台湾》，会有3个下世代的作曲家用钢琴协奏作品，要用12乐章代表咱台湾一年四季，展现台湾的生命力。礼拜下晡要伫国家音乐厅演出。优美的钢琴声、甲箫、锣和济传统乐曲，甲台湾山水的美丽走出来。这是台湾国乐团艺术经理，本身嘛是台湾作曲高人王以律上新创作的钢琴协奏曲，号做《上水的台湾》。伊讲期待甲台湾东海花，互伊的感动分享给众人。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一种国有一个新声音的一个诉说台湾的一个想象的一个音乐空间，这样。他创作的这个声响非常的新颖，在我练习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到很多，就是当我在弹古典的时候，我没有发现到的一些音色，这样子。伫鼓吹、乌达拉，也有各种弦仔。原内中作曲的台湾四季内底，这曲号做一只鸟仔，夏季自然万物旺盛的画面，那亲像着伫咧眼前。这也是这届台湾国乐团年底作品内底被演奏的其中一曲。这是东方的这个传统的国乐，甲西方的声乐器的这款的无同款的这款乐器的结合哈，对于国乐团来讲，嘛是这款的创新的音乐的风貌出来。台湾国乐团希望打破英国对国乐作品的印象，结合中西音乐，让观众感受台湾一年四季迷人的景致，斗阵听见上水的台湾。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中央大学太空研究中心自1995年开始，当年拢会用无同款的主题做卫星影像的蜡日。每年的蜡日是结合12出电影的场景，透过卫星图记录这个所在地景的变化。这个人跟现在这个人有没有是同一个人？电影春寒伫1979年到台中太平山来取景，看到即摆的卫星图，导演杨修新就真有感觉，这是国立中央大学新出的2022卫星影像国力遥电影，选12部经典影片，对照即摆卫星所翕的地景风貌，感受时代变迁。这是1972年 NASA 的叫 Landsat 1。Landsat 是土地之观测的卫星的意思。以前的海埔新生地，现在都已经变成填海造陆的工业区啊。那整个的那个发展也更完全的不一样。教授讲的是电影《市亚林家》取景的中华线西地区，中央大学太空甲遥测中心利用通翕50公分级超悬解析影像的地球观测卫星，搭配3D 测绘技术，伫台湾各地留下记录。地景上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或者是在电影的呈现上面非常具有特色的卫星的照片，在阅历的结合上面，我们要考虑它看起来整体效果比较好一点。太遥中心表示，因自1995年开始，特当拢会以无同主题制作卫星影像国力，除了记录环境、生物族群的分布，阁有天灾的受灾区域分析等等，提供各乡变迁的记录。记者陈阿文、徐凯
台北报道。11月份是大鸟来过冬的季节，新竹市的水族馆公园当年拢有真侪大鸟会来遮歇。不过今年公园的湖面顶头是出现真侪水芙蓉、大水泡，影响大鸟休困，嘛惊民众把这当作草包啊，卡一落落，就喺规个落入水底。原本应该是青歪歪的湖面，即马煞有规片水芙蓉嵌去，远远看过去就是草地，实在有淡薄仔危险。而且水芙蓉生团速度真紧，搁安尼落去，水鸟恐惊会豆豆连要休困的空间拢无啊。以前的话，可能就只有周边一点点而已，没有到扩散到整个湖面上面。现在是完全湖面连鱼都看不到这样。没有水的话，当然这个野鸟它就没有办法来了，没有办法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地方。配合团体找民众做伙斗3工，用网啊糊起来，不过量实在伤济。感觉安怎顾拢顾不了。水芙蓉在下面的话，每根都连在一起哈，要我们这样拉的话，可能比较不方便，可能要请到怪手来。以生态护育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是要让鸟类有地方可以过冬，所以栖息地是越多越好。市政府表示，会到现场了解状况，派人清除，希望用上紧的速度恢复公园原底的模样。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自从法律人民发现讲，即阵有意思想要收养囡仔的家庭已经变少啊。根据统计，自2018年到2020年，打电话来问想要收养囡仔的电话，就已经减3成。去带一个孙回来甲我做伴，唔是好啊。家人陈淑芳甲姚顺尧做阵演出底片，讲出伫即马这个世代，收养是一种进步的选择。陈淑芳强调，年岁大的人常常对于血缘较要义，但是亲生的甲收养的，拢是厝内同款重要的一份子。是不是收养没有关系，就是对于一个小孩，对于一个人，你的承诺。那对我来说才会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大部分的收养人，他期待会是一个健康，或者说刚刚讲没有家庭背景的孩子，或者是现在女生其实常常碰到是说，收养人好像有时候会觉得他等不到他想要收养的孩子，但孩子也等不到就是愿意收养他的父母。儿童福利联盟表示，2018年时大概有2300通电话来问收养的资讯，但是到2020年缩减到1500多通左右。虽然目前成功收养的案例也无减少的情形，但是烦恼有意愿收养囡仔的家庭有变少的可能，囡仔嘛会等待较久。有一大部分可能会跟我们像少子化的风潮是一样的，比如说可能想要当父母的人减少了，因为其实养育孩子真的很辛苦。政府应该要推，为了让孩子都留在国内，因为找不到家庭的孩子就会被送出国，或甚至在机构长大，所以我们更应该有更多的服务或支持。联盟表示，收养的家庭比起其他的家庭更加需要斗3工，亲像适应家庭的过程，可能需要咨商的服务。一寡互人收养的囡仔，可能身体本身就有状况，嘛需要医疗资源，但是政府相关的配套措施也是无够，希望政府就要来斗3工。记者郭伟良随台北报道。思想自由是创作的灵魂，不过中国的思想无自由。中国政府嘛对电影的内容做审查，例如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正好进入中国市场，不过要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对业者来讲嘛是无简单的代志。给我狠狠地打！旧前讲，1950年代韩战期间，中国派军队协助北韩的电影《长津湖》，才放2礼拜，票房就超过6亿美金。这部战争片是典型的爱国电影，是中国这几年大力在杀的电影形态。连续几多部爱国片出现加受欢迎，无论伫咧政治或者是商业层面的意义来讲，拢代表好莱坞想要抢攻中国市场愈来愈困难。好莱坞电影想要伫咧中国戏院放，要有事先的审查，佮有34部发行配额的限制，若无符合政治正确，就无啥有机会。Those kind of movie be banned a lot in China. I don't know the reason. Probably it's because they try to make everybody think the same.That's why they don't want you to spend too many time to understand yourself. 佮加上北京最近加强监管娱乐产业，和国外的电影伫咧中国市场的市占率更加少。因过有人认为，这对好莱坞颠倒是好代志。It's going to allow us, hopefully, to go back to making the best movies possible without any sort of premeditated censorship and without any kowtowing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这个市场的限制变悬，就向其他市场发展。
串流媒体 Netflix 即马就甲重心锁到东南亚甲拉丁美洲，不过中国这个这么大的市场，也是讲棒就棒。They can't ignore the China market, especially for the big blockbuster films that cost $200 million or more to make. You need that market in China to make your money back. 去年中国票房嘅销售总额19.88亿美金，已经超过北美，是全世界上大的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局最近也个制定5年计划，目标是和国产电影本土票房每年的市占率拢超过50%。不过专家认为，中国嘅电影技术甲人才依然无够，也是对好莱坞学经验。中国市场的大门可能会关较细芳，不过是未规合起来。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登记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因即嘛是经一对小型星要进行小量的试验，看敢有法度改变小型星飞的方向。5, 4, 3, 2, 1, 0. Mission liftoff. Falcon 9 with the DART mission on the way for humanity's first ever planetary defense test mission. 台湾时间20时下昼，赖永9号火箭为加州环境堡基地升空，预计明年9月26日以搭载的太空船执行自杀任务的方式，加小行星的过牛小路。这摆事件叫做双星体转向测试，英文缩写是 DART。选定的目标是离地球大约590万公里的太阳系小行星编号是65803。事实上，因是一组两个星体，1996年由亚利桑那大学天文台发现。选定65803这座双星体的理由，主要是因的寸超大小。科学家认为，体型真大的星体较会轻易发现，而且会当确定袂去弄到地球。另外，就是细过140公尺的部分，就算是弄向地球，也会伫通过大气层的时阵烧了了。这两种拢袂对地球造成威胁。We're going to bump into this kind of, I call it kind of stadium-sized, like soccer stadium-sized asteroid that is in orbit around a body that is about 5 times larger. So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do, and then measure really the change of orbit for that secondary body. 较麻烦的就是大细伫这两个之间长度伫140到1000公尺的中型星体，无遐尼简单互发现。通过大气层了后，弄到地面，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虽然科学家几摆证实，这类科幻的剧情短时间内未发生，也毋过参与测试的团队认为，若讲当规矩来的时阵才去想办法，不如伫时间抑阁真充足的即马，加做测试甲模拟，找出上可行的解决方案。予人类伫未来会当加集赞的保障。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澳洲连续这2天拢出现反圣婴现象，赤道太平洋地区可能会有更较侪风台，极端气候嘛会更较接出现。若澳洲最近这3天无尾熊的数量已经减4成，气候的危机嘛影响动物的生存。细只无尾熊达拉完成体验，确定健康，正紧动放转去因老母的身躯边。因是野生动物园无尾熊内底正加载会当活落来一对。从2017年到2020年，接到无尾熊可能受伤，也是讲有危险的通报电话有加47%。过度开发大量臭树啊，也有野火炭烧，气候的危机拢来算断着野生动物的生存，嘛影响着人类。澳洲的气象局伫23表示，反圣婴现象已经连续2年来出现，有可能会替澳洲的中部、北部、东部的地区带来平均值以上的降雨量。The La Nina is likely to persist through until at least January, possibly through the summer as a whole. We already have quite wet soils, quite full rivers, and quite high catchments at the moment. So any further rainfall raises the risk of widespread flooding, particularly in southeastern Australia. 专家表示，反圣婴现象有可能会来提悬麦仔的产量。今年9月，澳洲政府因为有利的天气条件，预测这期的麦仔会增产17%，接近历史的水准。另外，这个时阵嘛来到森林大火的季节，嘛因为比逐一年加真侪雨水，可能未致使讲较严重的灾情发生。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天气报道在，今日冷空气减弱，温度会回升，不过水汽嘛会增加。那明仔载拜5，东北季风会增强，水汽会搁较济，东北部雨嘛较粗。所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是23
13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4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4度。社会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